手提金纸小画，义工菩萨主持中原普渡法会可仪结束了后，马上展开法事。信众摕着纸收仔、塑胶袋仔等各式工具来食泡面、糖仔饼等等。有球的也可以当排队换大米，加起来大约有20-30万。有济大人带着囡仔来体验。吓到我了！这是位伫咧台南北区的龙滚店，主菜总天上帝。每当到这个时阵，总是客满人潮。重头戏就是有40档传统的夏音嘎嘎，对上早的2万瓦，以逐档增加1000块为基础，一直到今年总共有65000块，有1块、5块、10块，啊，搁有50块。伊话较早讲无形的来济少嘛，啊，你也无，咱的是要是惊遮尔，毋过伊话侪会当，像迄种佛教讲伊个7粒米会当化10方啊。皆大欢喜啊！对啊，要鬼神都皆大欢喜。啊，你去了偌济啊100个，我甲捡咧，你甲我捡啊济，后面人没些抢，鼓来个鼓来个。信众欢喜的点是手内成果，上少的有几10块，上济几百块拢有。就算无细腻防止含着嘛无要紧，好兄弟食好食满，连人嘛是收获满满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